请咱将咱的心用祈祷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主求你照阮所受苦的日子，阮做患难的年日，叫阮通喜乐。假使阮安怎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主照你的恩典来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伫未来的新的年，阮手所做的工，愿主你主爱的双手来引带，来带领。阮搁较愿意伫遮咧敬拜你的时，求你圣国降临，求你旨意伫遮。阮所仰望的平安喜乐，永远会踮伫阮的心中。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圣神保守阮，因为你的疼吸引阮来到你的面前，甲你相近，帮助阮得到你大大的充满，大大的祝福。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平安。平安。咱要用信用个别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请主导心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天主玛利亚出世，伫温柔比拉多前来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庭，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上帝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要吟这首诗的时，也要将这个诗歌的作者甲你三甲分享。这是潘霍华牧师伫互希特勒掠去伫集中营的时阵，伊面对逐工甚至新的一年，伊所仰望的心声写伫这首歌内底。作曲的是德国一个作家，伊用德语来唱，因为伊写了足水，旋律也足水，所以台湾的牧师就来甲翻译。咱三个来吟这首诗。所有美善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能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
托你给我们递来的沉重苦悲。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悲，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悲，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伸手，毫不残留，心存感谢领受。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一切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所有悲伤的流都奇妙遮盖，无论如何都尽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所有悲伤的流都奇妙遮盖，无论如何都尽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新的日子，荣耀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咱三甲做伙起来吟这首歌，比较有营养。你如果习惯唱中文，你可以唱中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家无营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家无一体全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家无光亮所有。敬拜下因那大水前了，因我的主力量你家。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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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无营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家无一体前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家无光亮所有。敬拜下因那大水前了，因我的主力量你家。你是阿里法欧米伽，你是阿里法欧米伽，站在现在的耶稣，真心敬拜你，多谢我了，因我是个主，公义的指头那更照亮，穿过千山的阳光，前天公义主灿烂气息，站在现在天地的温暖。咱做伙来拍手，搁一摆来，大声。哈利路亚，哈利
天空日出，灿烂气息，早在现在，天地的温暖。你是欧米伽，欧米伽，早在现在地的主，万千天百里，我笑乐，有快手加舞，公益的日头那更照亮，万国千山你的眼光，天天空日出，灿烂气息，早在现在，天地的温暖，早在现在，天地的温暖。哈利路亚！咱将荣耀归于咱的主上帝，请坐。当咱看去社会，咱今仔生活伫即个土地，若毋是上帝保守，就无风台，就无水灾，就无地动，甚至是对外逐工派伊的飞行机直接飞来飞去。咱国会立法委员为着反对搁反对，若要上帝的允准，这个都袂发生。咱若无逐日举起咱的手来祈祷，咱就无平安踮伫即块土地。搁一摆诚心来祈祷，为即块土地，为即块土地，愿诚心祈祷。我主的真理，那更传递遍天。开咱的嘴，甲咱的主讲，为一个城市，愿谦卑困求。我主使我命，我愿不留地球。为一个土地，愿诚心祈祷。举起咱的手，来为这块土地祈祷，为咱所徛起的社会、咱生活环境来祈祷，也为咱家己来祈祷。愿咱为全心、全人、全意来追求咱的主。愿赞扬天父上帝，你先国降临，愿颂香甲地上，拢离开阮心中。愿赞扬天父上帝，你旨意归正。来甲咱的主求，愿赞扬天父上帝，你将国降临，愿颂香甲地上，拢离开阮心中。愿赞扬天父上帝，你旨意归正。愿光芒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主，你听见阮的祈祷，阮真愿意将未来新的一年，无论是逐工新的开始的一天，阮拢望你怜悯慈爱，甲阮三伫地。阮相信，阮所望的喜乐，阮所望的平安，要踮伫即个土地，因为你听阮的祈
祷，因为遮阁有一群人，因为你的名的关系组织，因为你名的关系，我举起手来为即个土地祈祷。阮看见阮所处的环境，甚至国际的环境有战争，有毋是基督徒的共产党来迫害你的信徒，伫伊朗的所在，伫乌克兰的所在，伫中国的所在。最后，阮将这个代志，求你来显明你家己的公义，显明你家己来见证你家己的荣耀。你是要帮助阮的上帝，阮只好我靠你，求你大权的手来扶持阮。阮相信这里是你所应允的。阮搁一摆安尼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谢你美善的力量来遮看阮，阮所经过每一日，拢有你的恩典，拢有你恩典的记号。阮感谢你，感谢你是你伫黑暗中，互阮看见有光明，有光芒，甚至有喜乐。阮藏这光芒伫你的面前，当阮的社会，当阮的生活的环境有变化时，甚至是战争的声不断地响起的时，上帝这若毋是你允准，阮都毋会拄着。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用你的诗歌，佮互阮一摆心中充满新的光芒、信心，愿你的好的力量、开力，继续包围阮，带阮行新的日子，互阮无惊吓，互阮无论地。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所食来公道。只是你会使为着周末内遐的事项来祈祷，为着家己，为着家人，为着工课，为着新的生活，为着学习，为着教会，甚至为着国
主爱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殿，来开声来祈祷。阮知阮心里稳重，讲袂出的事，伫你面前拢看现。阮要勇敢认罪，福音是对阮来看到你的好款式。有时阮并无活出荣耀你的好所行，求你赦免阮，也求你怜悯阮。有时会良心倒退，总是你有缘会牵着阮的手，讲免惊，天父啊，愿拜咧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是咱三甲来启用文30篇，诗篇121篇。我举头看山，我的房山对倒位来，我的房山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跋倒。伊的保护者袂遁迷，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迷。也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兵仔，会保守你。你是日头袂伤你。你是过头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这事到永远。咱三甲来吟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福气，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圣歌队要来献诗
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一首感恩的祈祷诗。咱感谢上帝，一切荣光拢归予天顶的爸。这是咱来消息报告。今仔日伫会中要举行第1摆的圣礼典，阁要举行
李佳蓉姐妹落户转籍，请继续为伊的生命灵性更新关心代祷。另外，今仔日的台语、华语礼拜是联合的小组暂停一解。会后邀请兄弟做伙将圣诞的布置，咱家己做伙收起来，伫个3楼外口的 LED 灯，交主堂遮的挂饰，拢爱收起来哦。第3点，为着帮助信徒的灵性生命受装备，生命更较模糊，了解信仰的真谛。欢迎兄弟拥有参与门徒训练造就班，时间是逐礼拜的7点半到8点，佮有逐礼拜六的10点半到11点半。第4点，咱今年都要伫个3月初1召开咱2025年的会员好会，请踊跃来参与。第5点，今仔日第5点，今年度的新春是伫个2月17，是伫个拜2 9点要举行新春的礼拜。当你要翕迄个团体照，佮有全家福照，欢迎邀请全家拢来参加，来共享主恩的美好时刻。另外，2月伫个前一天的主日是照常要举行的哦。2月15的主日还是有的哦，所以请兄弟爱留意。另外2月15的主日嘛是共款，是华语交台语合并，无小组。以上咱来读本周的金句。人啊，伊捌一时什么时候，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为何为善，你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迦书6章8节。咱今仔日的圣经则是记载伫个《申命记》16章20节。你着对你至公至义，互你为我成就耶和华你上帝所收赐你的地。这是咱请小朋友来用华语搁读一下。姊妹，大家平安。这是我来读圣经《申命记》第16章20。你要追求至公义之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在
关系。来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咱这回来为这细囝来祈祷吼，嘛为着咱今仔日的聚会，咱领受主的话语来献上感谢甲恳求。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引带阮会当成做你的儿女，是何等大的福气。主，阮嘛常常来到主你的面前，用祈祷来操练阮甲主你个人的关系。因为有时阮常常照着阮家己的意思来行人生道路，求上帝你献帮助阮，互阮搁一摆伫圣神的引带带领内底，常常的为着阮的细囝来祈祷，常常为着教会伫头前的道路，阮要安怎样来分享上帝你真理话命的话，将上帝你的福音，将上帝你的快乐，搁一摆通过阮成做福音的管道来传扬出去。主啊，愿上帝你使用阮这细囝，帮助因，互因伫成长的内底，常常着昆读圣经，用主你的话语，常常成做因活命生命的道路。嘛，互因常常伫祈祷的内底来操练因本身，通过祈祷来经验着上帝你大能的快乐。主啊，愿上帝你使用阮，会当成做你福音精神的勇士，为主你跑走人生的道路。但愿搁一摆献上阮的祈祷，甲恳求。愿上帝你圣神甲阮三个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吼，今日嘛真欢迎即个咱今仔日要来举行即个李佳慧姐妹的即个对不起哈，李佳蓉说错，李佳蓉姐妹哈，伊的即个落户转机的即个宣誓的礼拜啦哈。那在这当中呢，也欢迎咱诚久无看即个贵 K 上长乐的太太哈，施世慧姐妹哈，伊本身咱搁一摆请伊起立，咱拍拍欢迎伊，好，请坐。因为本身是伫即个开湾路，咱即较早有迄个开湾路桥落来即边即间教会伫遐聚会啦吼。今日为啥伊会来呢？因为伊的好朋友嘉荣吼，伊本身嘛拢伫伊的厝内伫咧做摒扫的工课。有一摆牧师有当时真正拢会拄着吼。我讲哇，即个张乐娘吼，伊最近真健康哦吼，嘛真欢迎伊真正堪无相款吼。咱搁一摆人伫祈祷的中间。继续为因来代祷，嘛为着咱今仔日即个嘉荣吼，即个落户啦吼，落户转机吼，咱有机会咱看到伊的见证的中间，真正体会着上帝带领足奇妙啦吼，继续伫互相彼此代祷的内底去经验主的大快乐。常常伫咱的生命中间吼，我相信咱拢有真侪机会，不好意思，等我一下。今日牧师要带领咱做伙来看一个主题，吼，叫做规矩矩矩，咁规矩嘛，吼，规矩也是规矩，拢会使，吼，有个人讲句，吼，规矩矩办事，安安稳稳得福气。这个生命中间，咱要安怎样通过生命记的圣经节，常常上帝咧提醒咱做咱生命的功课。所以甲你边的兄弟姊妹讲，愿主的话激励你的心。愿主的话激励你的心。大家应该拢有一个经验啦吼，就是讲咱去食一间老店，无论是汤仔饼，还是食即个餐点，你一定有即个机会吼。我会记有一摆吼，咱会感觉讲，哇，即间老店吼，因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台湾即个老店吼，因无做奢华的即个外表的装塔，对无？但是呢，你若有机会去问即个头家吼，你会发觉讲吼。这头家吼，伊拢是安怎做？到底伊是安怎样会当互一间即个伊的店吼，会当安尼遮尔几百年以来拢受人欢迎啦？伊咧讲吼，伊讲无啥物秘诀啦，只有啥规矩啦。就是啥呢？伊糖要用偌济，要料要用偌济，就是拢照迄个规矩安怎，逐工安尼咧做啦。所以咧，即个规矩呢，嘛产生了，互伊伫生命中间安怎？会当得到足大的福气甲祝福。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所看的这段圣经节，讲你着对立吼，你着对立至公至义，互你为我承接耶和华你上帝所承接的地啊，互承接守住你的地。
这段圣经节的背景是咧讲啥物？你有机会去看第18节，伊内底咧讲到上帝咧设立审判官甲官长，要做啥物代志？伊就是要来做管理啦。吼，所以咧，上帝伊提醒伊的选民，当因要入去这个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吼，袂当安怎？袂当凊彩啦。吼，必须得安怎？追求至公，佮安怎？至义啦。所以兄弟姊妹，这个至公至义是啥？至公至义伫希伯来文内底，伊重复2摆，叫 zedek， 意思就是讲绝对的公义啊，就是讲对的代志，就爱安怎？爱坚持到底。所以吼，有时吼甲你边仔兄弟讲吼，牧师会作敌，毋是无原因的。甲伊讲一下，一定要安尼甲讲。为什么？因为牧师吼，我较早吼是一个做爱体谅，我做爱去符合，就是讲尽量来当人的意思，啦，莫去共伤着拢上好啦。但是自从我一直咧看圣经，不断看圣经了，我发觉吼，有的代志无讲袂使啊。所以呢，当我伫读新学院的时阵，到伫我开始去教会开始讲道，不断讲道的时阵，我发觉上帝话语会一直咧甲你提醒、甲你激励，讲你袂使无讲，你袂使无讲。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互我体会着圣经内底咧讲，当你咧对立即个什么叫做至公至义的时阵，迄个最要紧的生命对的代志就安怎？你袂使无讲啊！所以兄弟姊妹，你若甲看后壁段即个承受耶和承接吼，你要承接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有一个最要紧的，后壁可能有炸着吼，就是你毋若要得到即个土地，你着该安怎？该守条即个福分啦。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有得到即个土地无？有无？咱对703项来到伫大桥5街大桥5街116號咧，咱有得到即个土地无？但是咱有守条无？无一定哦。所以咱本身就爱清楚知影，咱的信仰是啥？信仰就是你有承接到上帝所予咱的福分，咱就爱家守护掉，关系就爱守护掉。甚至真理话命的话，甲福音的使命，你嘛着爱守护掉。所以兄弟姊妹，安尼才有通，互你的行顺顺，会当得到安稳啊。所以兄弟姊妹，有足侪间教会拢通常咧思考，即马吼，你毋知影读新学院的人是愈来愈少哦，但是退休的传道师、牧师是愈来愈侪哦。啊，教会无变哦，意思是啥？未来吼，即马有足侪间教会是无牧师啦，吼无牧师，佮无人去读新学院，意思就是啥？未来的教会是无牧师啦。兄弟姊妹，即种的趋势吼，变做是啥？咱着爱搁较更加伫福音真理话命内底，每一个人拢有使命，拢有一个真要紧的责任，就是咱着爱去传扬上帝福音，去传承互你的后一代啊。所以咱若无做即个传承，咱只不过传的是啥？那只有是关系，安尼是无够。关系要紧，但是关系内底咱着爱真做上帝所欢喜，就是爱互伊知影真理，互伊明白福音的要紧。所以兄弟姊妹，哥林多前书第14章39节到40节有讲到，要安怎规规矩矩来按照次序来行讲。所以我的兄弟啊，恁着爱切心目做先知讲道。先知的讲道就是真理的分享，也毋通禁止讲方言。方言牧师用2个部分来含咱探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内底有讲到的方言，叫做相谈啊。相谈来讲，因为领受着圣神的感动，然后有人感觉讲因哪像咧啉烧酒醉，有无？然后呢，伊开始会晓讲因迄国的语言。我原底毋是美国人，我去到伫美国为着要传福音，然后我领受着圣神了，我常常会晓讲英文。爱了解无？这就是使徒行传咧讲的方言。但是咱即摆咧看的圣经翻译本，拢是过去19世纪才会传教士伊来到台湾、来到东方的这所在，因用安怎？因用无相款的翻译，然后互因真做
迄当地方言的翻译本，然后互遐个人会当看有。所以咱拄仔咧读的迄圣经有无？台语的圣经，迄就是以咱台语、咱台湾人的方言来翻译的，然后互咱的台湾人听有甲看有。所以兄弟姊妹，伫迄当时保罗伊所拄着哥林多教会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内底的人真闹热，真乱呐。因闹热乱是乱啥物？因遮内底哥林多是一个大港口，遐内底信徒做才华嘛真有温数哦。但是呢，因那像一个过动的大家庭。为什么？因为内底因咧聚会时阵有产生两种的混乱，一种就是啥？个人的属灵的感动真悬，然后安怎？就是我头拄仔讲的，因伫聚会中间哦，讲方言无解说啦，无解说呢，有个人感觉讲，哇，这个人像会起笑啊，所以过头的迄种的感动甲火热，我咧讲的，这叫做个人的感动，即属灵的顶面的个人的感动。所以即个问题来啊，如果每一个人若伫迄中间，伫会堂的中间，大声拢咧讲方言，无人翻译，边的人会感觉讲，这到底因是咧创啊，是毋是起笑啊咧？迄个过度的热情，产生了反效果啦。另外一种就是上帝话语的教导。迄当时先知的讲道伫迄当时，毋是指算命甲即个预测未来哦，毋是哦。在那当时候，是因为因爱将上帝话语，就爱讲互清、讲互明来劝勉。但是呢，迄当时大家若要讲到这上帝真理拢安那，拢足急啊，急要讲啊。然后张三还没说完张四的马上讲，我有感动，我有感动。迄种的聚会哪像迄逐个人较大声就较赢啦。所以伫教会内底呢，产生了侪处事的错乱。所以保罗伊特别苦心为着即个家爱亲像真正是家大家庭。伊特别安怎？伊特别苦劝因，恁着爱切莫做先知的讲道，但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你茫压抑你属灵的感动。所以特别伫第40节讲即句啦，讲啥？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热情是要为着别人的利益，咱伫侍奉主的久长的时间的内底，要安怎样传承主听的福音呢？也是只有是传承你甲即个人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牧师一直鼓励咱一定爱甲人若无和好的所在爱和好，但是无和好的中间，你和好了后，你爱做啥物代志？咱就爱好好来读经祈祷，来消除上帝要爱咱来完成啥物款的使命。这才是教会要紧的使命工作。亲像今仔日，咱等下要看见这个李佳蓉姐妹，咱会当看见伊伫落户这个宣誓的内底。伊是按照咱教会的次序啦，所以私底下当今嘛咧提醒牧师讲，牧师，咱伫即个中间选举选了咱着爱有就任式啊，所以呢，咱伫原底咱的会员和会定伫2月初8，咱头拄有咧讲着是改做3月初1，因为咱有要补选2位执事，咱要补选，咱必须爱照咱长老教会。即个法律咱长老教会的即个法规啦，就是爱公告1个月时间啦所以呢咱将时间延后到3月初1，才来做举办即个会员和会。所以请咱特别注意，3月初1咱也会使你若属伫咱大桥教会的会友，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跟咱来分享，咱要安怎样伫即个新的年度。咱着爱安怎样来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上大的挑战，毋是你伫教会，也是你伫侍奉的内底，你有做工无啦？毋是啦，要紧的嘛毋是讲你有热情无，嘛毋是啦。要紧的是啥？要紧的是咱要安怎样伫上帝规矩的内底，有一个更较好的传统，甲你边的人讲，你着爱分享，你着爱分享。这个分享非常的要紧。咱有听过这个厚道有无？什么是厚道？
做人爱厚道，毋是这个厚道哦，吼，厚道是啥？这台语叫做古语啊，吼，会当讲叫古语忠厚，也是诚恳，吼，诚恳。这个诚恳代表的是啥？强调做人老实无刻薄。注意哦，老实是一种气质哦，吼，做人讲话你甲伊问啥，伊会当真坦白，真老实，但是伊嘛袂刻薄哦，刻薄是对人的。好，所以我感觉讲规矩，咱要安怎成做一个规规矩矩，安怎？规规矩矩办事，佫会当安怎？咱今日主题，人无人知影安安稳稳得福，咱着爱成做一个有厚道的人。厚道，我讲的是华语啊，我讲的是厚道啊，忠厚，咱着爱诚恳。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安怎跟咱做伙来分享？伫路加福音书第10章27节，咱拢真熟，咱的诫命是啥？来，咱做伙来探讨。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第二个是讲爱邻舍如同自己。第一个是咧讲着啥？对上帝。所以咱看这个图尽心、尽力、尽意、尽性。是要创听上帝做咱的核心，然后你的生命就爱过安怎？你就爱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哦。所以信仰的生命唔简单，你尽心伫教会咧做工，你搁着爱安怎？听你厝边头尾，厝边头尾可能是你袂介意的，可能是你看做无有真侪怨言的，但是你犹原着爱听伊。所以兄弟姊妹，捌有一个故事，安尼讲传统的长老老教会啦。会友的年龄拢偏悬啦。因决定做一项代志，就是礼拜五安怎？就是礼拜五大家做伙食饭啦。因着烧酒因每一周呢，拢邀请一个附近的即个厝边，也是新来的少年人，到伫因的厝内食一个简单的便饭啦。因袂急的安怎传教，但是因就是规规矩矩安怎展现出一个长辈的疼。一当了后，即间教会加10几个少年的家庭，因为这些少年人伫长辈身上看到耶稣的温度。所以兄弟姊妹，咱时常咱的规矩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啥？就是厚道，华语的厚道，也就是爱安怎？爱忠厚，爱鼓励，爱个安怎？爱分享，无刻薄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利未记第19章第9节到第10节内底讲到一个最要紧圣经的真理。伊讲啥物？伫恁的地收割唔通挂尽你啥？你要收割的时阵，你茫甲你的田内底所有的稻拢安怎？拢甲伊收了啦。你着爱留一地安怎？着爱留互遐善食送香的人，唔通将这葡萄园的果子拢甲丢了啦。来留寡互迄需要寄徛送香的人。各位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的规矩，唔通将好处占尽了。所以牧师是安怎在常常甲咱讲，咱教会千万唔通干那伫咱内底咧欢喜啦，咱着爱安怎？咱着爱将这个欢喜来分享出去。唔免惊，唔免惊讲无够资源，爱算钱无唔对，但是唔通因为算了过头，就安怎？但失去了咱的目标，就是爱分享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既然上帝甲咱讲，伫咱的教会嘛，为咱的生活，伫最部分留足侪位置甲物件互咱，咱是毋是嘛上款着爱守掉即个听人足要紧的规矩，就是爱对人爱厚道，华语的厚道，就是爱无刻薄。所以，兄弟姊妹，如果规规矩矩办代志，安安稳稳得福气。牧师要分享第2个目标，就是甲你边的人讲讲你得爱冒险，你爱冒险。我相信咱大家拢有足安稳的信心，对上帝，对咱彼此服侍同工，对咱这个疼的大家庭，咱真安稳的信心，这是不可否定的，这嘛袂使无哦，但是牧师要邀请咱爱做一项足要紧的代志。这几礼拜牧师拢咧甲咱讲起，咱驶这条福音的大船，你若无驶出这条福音的大船，只不过是停伫港口。我们是停在港口的船呐，
我们不是真正的传福音的传啊。好，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去冒险，冒什么险？咱伫不安的环境的内底，咱要游玩，就爱规规矩矩跟对上帝。我捌听过一个70外岁教会长老的一个故事吼，互我真大的激励。伊本来为着要收掉伊的厝内即个小小的花园，伊真无介意外口的人去甲伊打扰，所以呢，伊决定冒险他冒险安怎开放伊的家庭，然后挂一个欢迎来食茶啦，欢迎来食茶牌啊！一开始伊足欢乐，这草仔屁伊这厝内草仔屁向打歹去，惊伊无没有话可以聊。所以伊足欢乐，人也来，伊会惊啦。咱是毋是即摆人嘛拢会安尼？所以咧，即个长老伊就分享，伊讲有一摆伊拄着一个焦虑的少年人的夫妇，因入来即个长老嘛无讲啥物大道理，伊只不过规规矩矩安怎招因做伙泡茶，听因讲因的艰苦代志。后来即位长老伊后来笑笑因就对笑笑对即个长老讲。伊讲毋是，即个长老伊就咧分享，伊讲牧师，我本来是一个用冒险在付出，结果上帝互我伫晚年的时阵生活变到安怎过了愈安稳，搁较有滋味啦。兄弟姊妹，这互咱想起一个圣经内底一个足要紧的故事啦。马太福音书14章29节，咱知影这个故事就是彼得，伊伫船仔顶的时阵，门徒因伫船仔顶看到耶稣，伫海面上咧行路的时阵，有无？彼得伊讲啥？彼得伊讲耶稣，我嘛要像你安尼当落去行。因一开始足惊呀，但是耶稣甲因讲，是我，毋免惊，毋免惊。然后就对彼得讲：来，你来。彼得讲：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嘛，互我会当对水面上安怎行去到你遐。彼得伊就马上对船仔顶落去，伫水面上行。但是最后咧，因为伊安怎惊着了安怎，嘛是安怎，嘛是破了。所以咱知影，这个故事真要紧。这台船是这门徒因坐伫这台舒适的大家庭的船顶，对无？安全嘛，对无？但是咧，这个水咱的生活就哪像伫这个水共款，咱是生活伫这个充满着危险、侪你无法度通测度的环境的内底。只要咱若照着耶稣的规矩讲，来，你来，我就互你得到平安。若得到平安，你是踏入去伫水里。是伫遐冒险的呢，毋是一台船安怎？来，你来，你这台船甲我驶过来，毋是呢。耶稣是甲伊讲来，你来，是爱靠着信心，听伊的话，照着伊的规矩，踏入去伫个水里行过去。所以兄弟姊妹，彼得伊对船仔顶落去，伫水面上行，伊有照耶稣照主的吩咐甲办事。但是有真侪时阵，咱面对这个风险。有当时咱袂使因为咱的冲动，有真侪时阵你要了解你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当你若了解你的生命问题的时阵，你就会当安然行过这个路径。弟兄兄弟姊妹，咱今日讲到一个真正安稳的生命、福气的生命，毋是外表的平顺，乃是需要生命有一个稳定持续，按照主的命令、规矩、处事。咱做伙来行这条道路。诗篇第1篇的第3节讲，咱着爱亲像栽伫溪水边的生命共款，亲像鹿安怎？翕无溪水共款。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咱着爱带着迄个真实、带有气力、有愿望的生命。今仔日咱的教会嘛真欢喜，因为咱看见一个规规矩矩办事、安安稳稳得到福气的美好见证。嘉荣姐妹，咱嘛欢迎伊伫，常常咱就爱为着伊来祈祷，决定要正式成做伫咱的教会内底一员，咱每一个毋是一员哦，一员成为大家的这个，毋是一颗，是大家的共同，大家的这个大家庭
我们每一个的家人朋友。我相信我们需要为他更多的祷告。我相信在伊的生命中间，伊的生命是稳定的活命，是安怎？是有活力的行动。然呢，伊阁有一个喜乐的选择。当伊面对有侪伫无论家庭甲伊的生命的经历，伊拢常常就是交托上帝。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甲伊三甲做伙伫即个大家庭的内底，咱就常常为着彼此来祷告。这就是咱做伙同心咱做伙来唱咱的诗歌吼，回应的诗歌咱唱609首第50，咱唱到第40的时阵，咱请嘉荣姐妹来到台前来吼。咱坐咧吟就好吼，咱做伙来吟609首第1到第50。这个是咱做伙伫这个所在要来见证李嘉荣姐妹的誓约转职的做法，代表的是咱信主加入大桥教会，是要甲咱所有的信徒、家人、朋友做伙来见证上帝的疼伫咱内底被起造。嘛，互伊通领受着对主的疼的温暖。咱伫这时要公开来告别你的决定甲信仰，有时对一寡人来讲非常的困难，但是这是这个誓约代表的是教会甲众兄弟姊妹做伙承诺，我们一起共同承诺会支持咱，支持你。支持咱教会内底信徒甲朋友，咱伫背后就要常常为彼此来祈祷。这时牧师要问嘉荣，你是毋是诚心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悔改认罪，接受伊做你的救主甲活命的主？是，我愿意。你是毋是信上帝做你的天父？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来引带你的人生。是。你着信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生行伊的道，尽信徒的本分。听大桥教会，你是毋是愿意安尼行？是，我愿意。大桥教会是人人着注重传福音。彼此和睦相挺的教会，如果若拄着相逢
关系有误会，或是困难，唔通四过抱用，着找牧师甲小会长老设法处理，免得破坏教会和睦的关系。你是毋是愿意遵行这个使命工作？是愿意。你是毋是愿意将福音嘛介绍予未信的朋友？愿意。当李家龙，你唱歌。当李家龙，你伫大桥教会正人的面前来立志，告别你的信仰，要委身伫主的教会大桥教会。我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大桥教会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这个时邀请咱所有小会长老同工，这个时请你来到台前我们一起为你做一个接纳。恭喜你。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3位同工，我们围在他旁边，我们一起来为他做一个祷告。我们围起来，围起来，围在他旁边，有人站后面没关系，他们2个姐妹牵着他的手，姐妹牵着他。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神你的国度，在爱的教会里面，能够和睦相爱，让我们彼此不仅互相认识，也感谢主你圣灵的引领、保守跟带领，让李家荣姐妹能够在大桥教会，不仅能够更深的被喂养牧养，能够更深的认识主的道，也让她的生命能够继续为主而活，将神你国度的福音、救人灵魂的工作，继续带领到她的家庭，以及在她身边所接触的朋友身上。我们献上感谢，愿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活水泉小组有赠送，等一下先不要回去，我们待会一起拍张照活水泉先回去就装，最后结束后再来跟他一起拍照。活水泉小组有赠送这是圣歌队的我们圣歌队队员队长来赠送一个，拍手拍手，恭喜你恭喜你。好，这是活水泉小组要赠送给你的花圈，来我们看前面。好，谢谢，欢迎你好久没有收到花了。咱教会真温暖，咱来当收到咱教会送的礼品这花菇其实咱放做地当放不是花菇，歹势，袂使讲花菇啦。好，这个是咱备办咱的心咱做伙来甲咱的主同齐倒，伫耶稣基督的名，欢迎紧属伫伊的教会信徒，接来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兄弟姊妹，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恁囝若着我担重担，着就分我要互恁安息。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永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所听兄弟姊妹，请恁要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的迄面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既然啉的时，既然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搁一摆陪伴阮的心，会当同齐伫上帝你所为阮设立甲主同齐倒，
即个宝贵的时间。主啊，阮感谢你，通过伫今日，阮会当做伙学习一个照主规矩来行的人，阮要安怎样来成做你所欢喜的百姓？阮要照主你的指示，就行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听主上帝。阮嘛着将主你的听来分享出去，将主你听阮的使命，阮嘛相款将这个使命带到伫阮身躯边的人，将福音传扬出去。愿上帝你帮助阮，当阮甲主同坐倒的时，阮嘛要学习耶稣基督一生分享生命的听，将这个听来传扬伫阮身躯边。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来打破。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大家。咱做伙伫安静的中间，三角做伙来祈祷。圣餐是咱甲主完成一个真要紧神圣的规矩，咱备办咱的心，咱来审查，咱来领受。这嘛象征咱甲主甲咱的彼此的关系建立一个上深上稳固的连结。当咱要食饼，咱要啉这个杯，基督伊的听，按阮的心，按阮的气力，嘛要赏赐互咱。咱做伙伫这中间来备办咱的心。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问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将咱的心门拍开，将你伫甲上帝关系内底，无论你有洗礼也无，你若还未洗礼，还未决志的，嘛请你伫安静的中间，甲主定心来入约，求上帝来纪念，求上帝来引带。主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来打破的。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同心来领受。主讲，这个杯是新约，伫
神甲咱的主立约，嘛代表的是咱的生命爱有顶头生的生命。求上帝帮助咱，当咱要领这个杯，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咱嘛着安尼来纪念伊，互咱的生命要安怎用顶头生的生命来跟对伊。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一摆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同心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正大家三个彼得，咱做伙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这个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嘛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了后会通荣耀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免。这个时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做伙起啉，同心来奉献。同心的奉献，主我爱你。
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受惠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教导。求主按照你的信心甲灵命赐福咱，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犹原徛咧，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9首，何乐上帝至关至尊。何乐上帝至关至尊，造化的主万物万物，地平现在你的管理，永光我若被仰前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保惠师的感动甲扶持，常常甲咱三甲交通，常常甲咱甲人的关系会当常常甲咱三甲比例。愿上帝的恩典常常甲咱正大家同在，守使咱信心去勇敢为主来跑走头前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